姊妹平安，我哋咧都記得我哋上帝提醒我哋咧去跟隨佢嘅時候咧，都係用咧得人如得魚呢個嘅比喻嚟到去提醒我哋要跟隨主，唔需要咧去為到咧一啲日常嘅生活咧嚟去擔憂，因為主會供應。我哋盡忠，我哋謹慎勤奮，生活係無憂嘅，上帝會供應。但係咧，我哋喺侍奉神嘅事上咧，要係全心全意嘅去交上，因為主會帶領我哋，神係揀選我哋去跟隨佢，係要得人如得魚一樣。所以咧，今日我哋一齊去禱告咧，係求神幫我哋咧有信心去跟隨主，係同心，我哋一齊信徒之間彼此嘅同心去跟隨主，又去跟隨主愛神愛人服侍佢，求主幫助。我哋記得咧，我所關心嘅土耳其咧，最近咧都有好多嘅爭執，特別係咧近年嚟咧，土耳其咧係好想用神權嚟到去咧擴充佢嗰個控制力。呢個嘅總統埃爾多安咧就興建好多嘅清真寺，話興建咗咧02年開始到而家咧興建咗咧17000間清真寺。同埋咧，好多嘅中國學校嘅學生佔全國學生嘅總比例咧，係02年嘅2.6%，升到咧係14年嘅咧係差唔多係1成，10個有一個係咧中國學生，好犀利嘅上升。又開設呢個嘅伊斯蘭銀行啦，係咪？亦都咧係好鉗制言論，唔少嘅社交嘅網絡咧都俾佢控制。一啲反對嘅報章咧，都俾佢咧去取締，呢個都係好嚴重嘅鉗制言論。對於人民最大打擊當然係經濟啦。有記者親身去到咧，係土耳其去到見到呢2年個經濟嘅變化。23年美金對土耳其嘅貨幣里拉咧係1比21。2年之後咧跌咗幾多？跌7成，1比36。咁即係話咧，淨係仲按匯率嚇，你1蚊美金入口嘅嘢咧，你要買嘅咧係要俾多7毫子，1.7嘅先買到。哇！咁你唔單止其他嗰啲過水濕腳嗰啲嘅營運消費，淨係匯率你都冇咗7成，係個好大好沉重嘅一個嘅經濟嘅打擊。面對打擊，土耳其嘅情況當然就官逼就民反啦。土耳其咧係有好多個反對嘅聲音，但係土耳其呢都係打壓呢啲反對派。最近25年嘅6月5號，咁內政部撤去咗最大反對黨呢個共和人民黨嘅5個市長嘅職務啦，又展開調查佢哋嗰個領袖，一連串嘅打壓。埃爾多安政府係去追擊啲反對派，引起全國各地有數十萬人上街，亦都有幾千人被捕。咁呢個一連串咧都係打擊緊好多嘅生活啦、自由啦、民主啦、思想啦。咁呢啲都係喺地上嘅事。咁屬靈嘅事係點咧？基督徒面對乜嘢嘅打壓咧？會令我哋諗起咧，好似我哋打咗1萬魚都冇魚嘅時候，為到生活、為到生計、為到信耶穌嗰種嘅代價，我哋都好多嘅擔心啊！好似當時西門見到耶穌嘅要求你再唔肯打魚啦咁，我哋面對再一次嘅去面對生活嘅壓迫嘅時候，我哋點去跟隨主咧？點跟隨主咧？土耳其嘅基督徒佢面對嘅信仰嘅壓迫嘅歧視係第一個，係佢哋可能會被禁止進境嘅。唔係喎，我結咗婚嘅咯，都唔得。有啲外國嘅信徒，佢哋咧已經同土耳其有配偶啦，亦都有細路仔，都曾經被禁止入境。哇！咁你呢個打壓咧就會影響家庭嘅倫理嘅生活啦，亦都容易受歧視嘅。佢哋咧嘅身份證上邊咧係記錄咗佢哋嘅信仰。好容易咧，因為你基督徒緣故咧係有打壓嘅可能性。咁其實你哋都知道，其實中共政權都係咁樣。學生佢都開始咧喺學生時代咧都要表達佢嘅信仰立場。咁你又點發展？你自己諗過？應該都係打壓。就好似咧，我哋見到要跟隨神，我哋有可能會冇魚，可能會耶穌要求我哋冇魚嘅時候都會服侍佢。咁點咧？點算咧？我哋怕啲咩咧？我哋怕啲咩咧？喺有魚之後，喺耶穌有神蹟，令到佢哋咧係原本一成晚打魚打唔到，到佢哋咧有2船咁滿咗個魚，佢哋驚啲咩咧？我諗唔係再驚生計同埋生活，係驚佢哋侍奉嘅時候咧，嗰個能力係力有不逮。耶穌提醒我哋係唯獨基督釋放咗我哋，為要咧使我哋咧得自由啊！
所以咧，你哋要站立得穩啊，不要再咧被咧奴役嘅軛去到控制啊！呢個係加拉太書5章1節所提醒我哋嘅。我哋跟隨神就跟到底，因為耶穌係佢，我係我哋唯一嘅拯救，唯一嘅依靠。唯獨基督係可以跨勝死亡，亦都係唯獨基督可以解開晒罪嘅捆綁。我哋怕乜嘢？或者我哋捨棄嘅時候，我哋驚捨棄啲乜嘢？係驚捨棄你嘅生命，係驚你捨棄你嘅能力，係捨棄你有把握嘅自己嘅操控嘅種種嘅你自己嘅能耐。唔係啊！上帝要求我哋咧係捨己跟隨主，捨己跟隨主。連嗰啲唔信嘅人，佢都會有啲嘅口頭禪，佢話咧阿拉伯嘅言語，佢話如果你不想做，你會找一個藉口；如果你想做，你就會揾一個方法。唔信嘅人都提醒我哋，何況我哋信徒，何況係耶穌基督提醒我哋要跟隨佢，依靠佢，穩住佢，抓住佢，跟隨佢。所以我哋咧要跟隨住。去土耳其有好多方法嘅，我諗第一個你去旅遊先咯，係嘛？去試下水溫先咯，試下當地嘅美食啦，當地嘅文化啦，探訪宣教士啦，用你嘅旅遊簽證啦，係嘛？第二嘅有宣教嘅群體啦，有差會啦，接觸過啦，都夾到嚟啦，你可以咧每年咧有10幾日去一次旅遊簽證，穩定咁參與一啲咧你喜歡神差派你嘅一啲事奉。第三個咧，你可以，我哋可以去長啲，去1年咁，攞學生簽證去學啲嘢咯，係嘛？佢可以學土耳其嘅美食啦，穆斯林嘅美食啦，又或者學下唱歌啦，土耳其人唱歌好好聽，我哋可以試下咧，用呢個學生簽證去學嘢之餘咧，喺學校裏邊咧去結識唔同嘅福音對象。第三個當然係工作簽證啦，係咪營商宣教，咁都係唔同嘅方法。我哋亦都係帶出一樣嘢，就係耶穌基督嘅真實嘅關懷，就已經可以吸引人咧嚟到神面前領受佢嘅福音。我哋嘅禱告，求神幫我哋捨棄我哋嘅害怕，捨棄嗰啲靠自己呢個努力，捨棄咧嗰種咧因為靠住自己而有嘅擔心，唯有同心我哋一齊跟隨主，我哋愛神愛人，求主垂聽，奉耶穌名求，阿門。我哋就停喺呢度。